再来看民众党不分区来新任的立委，今仔宣誓就职。中国配偶李金秀敢有放弃中国籍，大家拢真关心。内政部是呼吁立法院无符合国籍法，应该得爱改制。民进党是强调讲，这是法治的问题，毋是政治操作。嘛呼吁立法院长和各族应该爱依法来处理。李金秀今仔是强调讲，又登去中国2届，申请放弃，也毋过拢无法度处理好势。伊嘛强调讲，伊只有中华民国的护照，一定会效忠中华民国。野手宣誓就职，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执行2年条款，后续逮捕6位新任的立委，其中中国配偶身份的李金秀，敢会放弃中国籍，引发讨论。第3国会新会期报道第2天，伊也亲身对外解说：曾秀唯一效忠中华民国。我虽然不在台湾出生，但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生儿育女，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出入大陆一样用的是台胞证才能入境。其实我跑了2个地方，然后特别飞了一趟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果。强调家己自出世到今嘛，敢提过中华民国的护照。因根据内政部指出，1月30已经函请李金秀按照国籍法办理放弃国籍的程序，也伫2月初2下晡，甲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申请表送到伊的国会办公室。佮发现若准就职进前无办理放弃外国国籍，都无下国籍法，立法院应该改改制。真正共款是中国配偶，红改制的法联官核电厂的船长郑万华又到立法院声援。回台湾付出这么多，我们的刘世峰刘部长能够讲出这句话，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人间疾苦。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开始帮对岸跑公文了。这边已经签署的这些是一个就是对岸公安局出入管理局不受理的文件在这里，我会转交给内政部，请他们去翻起看看。都先强调，家己毋是唔放弃，是按照台湾的规范，到中国申请的时一直失败。佮强调，就亲像刘委会主委邱水正所讲的，伫现阶段两块的结果之下，无人会当完成这件代志。部长，你会解职李真秀？这个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法源依据下面，可以随意的指手画脚，然后就要立法院听内政部的话，我觉得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了。民进党团今天也不会派人出席这个有可能有违法立委的宣誓现场。如果韩国瑜院长要变成犯法的帮凶，那我们只能给予祝福，再次呼吁民众党不要把法治问题包装成政治问题。那也呼吁内政部莫高一边解说法律，那么就是迫害宪政的行为。另也是重新强调，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能参与机密会议，也当讨机密的资料。除了呼吁行政机关注意，立法院内部也应该修法，阻止有相同国籍疑虑的人参与，避免配合中国伫台湾操作。记者综合报道。